除咗要培訓更多嘅新血加入，更加重要嘅係農地咧係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㗎。自從上星期4嘅北區嘅暴雨以嚟咧，我哋都喺唔同嘅場合，我都喺度反映同埋強調北區嘅水浸問題咧係刻不容緩。打鼓嶺咧超過50戶嘅停電，豬場咧又再遭遇咧水浸，更加有農場主嘅反映咧農作物係度已經係浸淹咗，亦都減產咗起碼70%嘅。喺繼續睇落去之前，阿銘想請未讚好呢個專業嘅朋友仔去撳翻個讚好掣，而睇緊 YouTube 嘅你，亦希望你可以撳個訂閱掣後，再撳埋個鐘仔，咁有最新嘅政策同社會資訊，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啦。多謝主席，我發言係支持原議案以及所有嘅修正案㗎。喺2025年，香港本地農業生產總值係8.6億，即係平日每日生產42噸嘅蔬菜、1.1萬隻嘅活雞以及167隻嘅生豬。作為第一產業咧，雖然香港漁農業咧佔本地嘅生產總值比重咧係有限，但喺食物嘅供應鏈入邊咧，都佢有不可或缺嘅角色㗎。國家15規劃綱要入邊咧提出提升農業綜合生產力，保障糧食安全，呢個為香港制定5年規劃咧提供咗重要嘅參考。目前呢，本港漁農業主要係集中喺元朗啦、新界啦以及一啲嘅周邊嘅水域，包括咧後海灣嘅蠔排啦，同埋新界西北嘅連片魚塘。漁農自然護理署咧已經劃定咗37個農業優先區，當中嘅有30個喺北部都會區嘅範圍入邊㗎，足見咗北區同埋元朗係香港漁農業發展入邊咧係關鍵嘅一個角色同埋地位。不過呢樣咧產業咧非常之依賴天時地利同埋人和。除咗要培訓更多嘅新血加入，更加重要嘅係農地咧係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㗎。自從上星期4嘅北區嘅暴雨以嚟咧，我哋都喺唔同嘅場合，我都喺度反映同埋強調北區嘅水浸問題咧係刻不容緩。打鼓嶺咧超過50戶嘅停電，豬場咧又再遭遇咧水浸，更加有農場主嘅反映咧農作物係度已經係浸淹咗，亦都減產咗起碼70%嘅。2023年嗰場世紀黑雨咧，更加係歷歷在目。打鼓嶺嘅恐龍坑一個豬場有80豬咧，即係200到300隻豬咧係被沖走，一啲咧係死喺附近嘅山坡入邊，發臭咧都未嚟得切處理嘅。咁咧損失咧超過100萬。3年過去啦，我哋又改善咗幾多呢？首先喺非法填土嘅問題，影響河道排洪嘅能力；再嚟係棕地嘅作業，出現咗排水接駁錯亂嘅情況。部分排水位咧未有接駁到自然嘅河道啦，導致咧排水有困難嘅。既然我哋嘅村民嘅人身咧安全咧造成威脅，亦都咧對我哋嘅漁農業發展咧帶嚟沉重嘅打擊㗎。所以咧隨住北部都會區全面嘅開展，我認為咧必須要加快完善鄉郊同埋新發展區嘅排水系統同埋基礎設施嘅規劃，徹底去解決咧長期存在嘅水浸黑點嘅問題，包括規範棕地發展嘅排水接駁嘅標準，以及咧加強河道嘅整治，以及雨水收集系統等防洪設施，保障居民嘅安全之餘咧，更加係為漁農業發展打下堅實嘅基礎。主席，香港擁有不少嘅優質嘅本地農產品，包括鮮雞啦、水耕菜啦、烏頭啦等等啦，都係極具發展潛力㗎。政府咧應繼續協助業界建立本地嘅品牌，提升市民對本地產品嘅認識，並且去刺激市場嘅需求，配合北部都會區嘅建設，政府可以積極推動設立食品產業園，打造集生產、加工、批發、物流以及出口一體化嘅現代化平台。呢個唔單止可以為本地漁農業咧提供穩固嘅後盾，更加可以咧發揮香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嘅一個優勢㗎，助力內地優質漁農產品出海。透過我哋食品嘅產業園，我哋可以引入先進嘅冷鏈物流、食品檢測同埋包裝技術，建立更加高標準嘅食品批發交易市場，讓香港成為大灣區乃至全國重要嘅漁農產品集散地以及出口嘅基地。長遠而言，業界必須朝高質量發展去到邁進，包括升級養殖設備啦、改良技術以及擴大科技嘅應用。新田科技城入邊嘅漁業研究中心正好肩負着現代化漁業技術研究同埋示範嘅工作，涵蓋種苗培育、飼料研發、病害防治等等嘅範疇，並向業界轉移技術同埋知識，從而提升產能同埋經濟效益㗎，幫助業界更好應對氣候變化嘅挑戰。另外
政府應該藉着北部都區發展嘅契機，加大力度推動休閒農業嘅發展，促進產業多元化，開拓農民嘅收入嘅來源，帶動地區經濟。未來我哋北部都會區將會匯聚高端嘅人才，為生態旅遊提供嘅穩定嘅客源。北都可以成為城鄉共融嘅示範區，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嘅現代化發展，營造綠色宜居嘅生活氛圍。多謝主席，本人謹此陳辭。